理文造紙24年全年業績。我持有一啲嘅工業股，包括聯塑同埋理文造紙。以前曾經持有一隻建滔積層板，由於聯塑同埋理文較易理解，即使科技點樣演變，兩者嘅需求仍然存在。造紙業可以大概反映經濟嘅活躍度。理文最高峰嘅時候可以賺到幾十億，以一隻工業股嚟講，算幾大？而家只及當時嘅1/3，幸好公司都算係實業，喺最惡劣嘅情況下仍然唔使大蝕，但係派息無奈要減少，但係近年有回暖嘅跡象，但我真係唔知道公司能唔能夠返返去最高峰嘅時期，但我仍然好希望佢嘅產品結構仍然受到大眾嘅歡迎，從而回復更強嘅盈利水平。盈利在低基數下增長20% 左右。報表特別提及到馬來西亞同埋越南嘅廠房有可觀嘅增長，公司已經成為垂直整合嘅造紙龍頭。我仍然希望再持有佢另一個10年。我持有理文已經超過10年以上。